台中成功3月起报案造成39伤，其中有5个人都住伫加护病房，其中3个人伫林森病院。病院表示，有部分患者拄完成清创手术，因为烧烫伤的患者需要长期治疗，已经是陆续转到患者徛家附近的病院。总统赖清德在4也到病院看状况，而且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协助各地方政府做好工案。 总统赖清德到病院探视成功3关爆炸案受伤的人。这等于爱公司爱检讨，因为恁工班来做，都是恁负责的。台中林森病院受地上济受伤的人有11个，总统赖清德指示行政院，和伤者相关的协助，佮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相关的工案工作。希望未来能够邀请相关的单位来协助各地做好公安工作。 经济卫福部15统计，爆炸案伫病院的伤者有39人，其中有5人伫加护病房，6人伫一般病房。林森病院也出面说明，院内3个加护病房的伤者，其中2个是外包机电员工，因为烧烫伤复原过程是时间真长，已经协助3人陆续转回因兜附近的病院。有一位，那有58.5%的烧烫伤及灼伤，那因为病情严重，昨天。 已经，我们由专车救护车送到林口长庚的烧烫伤中心。那另外2位加护病房也都是烧烫伤及吸入性灼伤。那有一位，今天会转到台北马街。那另外一位今天有做清创的手术，那预计下午也会转回高雄。 在爆炸的时阵，为澳门来一家7人第一时间受害，除了2人死亡，2岁囡仔加85岁查某祖，目前要咧救治。当初协助囡仔送医热心民众蔡先生，想起紧急状况，一直讲心内念头就是赶紧救人。抱个小孩子自学，然后就跟小孩说，要不要我帮忙？我帮你做医疗价值。 蔡先生表示，迄一日是要去买物件，想要到拄到这个意外，除了感谢一路让路其他驾驶，也希望救治当中的伤者会脱离险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